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22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18篇第1節到第2節，19節到29節。耶利米書33章第1節到第9節，腓立比書第2章12節到18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日頭遍照。伫洛杉磯的市區邊仔一個101的高速公路，伫咧午北的時陣，倒手邊有一間懸懸白色的建築，樓頂呢，迄個建築物差不多看袂到頭啊，只有看到迄個高高的白色的牆，細細通對外口安尼大大，漸漸變細，剩足細頭啊。這個建築物是佇洛杉磯市區較南邊一棟感覺大樓，伊叫做大都會看守所。咱大家會當想象，住佇內底，互人關的人是無有啥物機會看到日頭。那有的話，有可能是透過迄個窗啊，小小的日頭真短的時間就安尼閃過啊。我相信大部分的感覺嘛是攏差不多安尼啦吼，所以受關的這個受刑人每一天攏有一段時間，因叫做放風的時間，會通互因去佇外口安尼透開，泡一寡日頭。先知耶利米也因為去互人甲控告講投降巴比倫的罪名，去落佇監獄內底。這個時陣呢，上帝伊啟示，上帝應允要互以色列人來復國。耶利米書33章第1節到第9節安尼講，閣再應允復國。耶利米要互人關佇監獄的時陣，上主第2遍對伊講話，迄位創造大地，互伊成形，互伊堅固的上主安尼講：你求我，我就應你，要將你毋知偉大奧秘的事指示你。將對城內遐個為着要阻擋對敵造土堆，用刀劍攻城所拆毀的厝，甲猶大君王的宮殿，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講：恁甲巴比倫交戰的時陣，因要將我佇憤怒甲大受氣中間刣死的人的身屍，填滿佇這個厝。因為恁罪惡貫滿，我已經放殺這個城。毋過我要互這個城復原，要醫治城內的人，互因的空喙生肉過皮，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甲受掠的猶太人甲以色列人帶倒轉來，重建因的家園。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，佮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。因為我會緣故這個城佇地上萬國的中間會得到歡喜、頌讚、尊榮，為了安尼來出名。列國要因為聽到我賜予這個城的人歡迎來甲福氣，攏行為我。復國對一個被毀、被掠、被包圍的國家來講，這是一個日頭閣再一擺遍照的恩典。因為上帝講，我要醫治這個城的居民，互因得到復原。這互我想到馬拉基書第4章第2節的經文安尼講着：
可是你对这会敬畏我的人，有拯救的日头来照因，伊伫因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伊就是要将这个光来照伫这个世界上，互世间的人会通得到日头的遍照，重新得到福气的稳定。世间人活伫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昏暗、黑暗的，因为世间人需要基督的光，并且需要趁着伫有光的时阵来亲近光。意思就是讲，着爱领受并且去遵行主的诫命。安尼生命就是伫迄个日头遍照的下骹，毋是伫迄个黑暗中的生命。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，讲到着耶稣基督的谦卑、顺服以及典范了后，佮再提到着安尼稳定，就亲像光照伫这个世界。保罗讲，亲像光照世间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伫恁遮的时，恁拢有顺趁我。现在我无伫恁遐，恁搁较着安尼，着继续行行摇摇出来完成恁的得救。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得做工，互恁有意愿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还是争论，互恁通清白纯洁。伫这个邪恶腐败的世代，做上帝无欠点的囝儿，就伫因的中间来发光，亲像光在照世间，来坚守属活命的信息。我伫基督的日通开口，讲家己无空空奔跑，无空空着磨。我若着用家己的火做奠酒祭，淋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，我嘛欢喜，嘛要甲恁做伙欢喜。相款，恁嘛着欢喜，甲我分享欢喜。基督徒对光的期待，就爱亲像遐个对欧洲，特别是对这个北欧来到伫亚洲的观光客同款啦。有迄个热诚，因看到日头遍照的天气，就安尼马上把握着每一刻的时间，享受日头的遍照。咱是毋是有迄个热诚来期待着日光遍照的生命？实在是咱会亲像倒伫家教会同款，无烧无冷呢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9节到29节。为了胜利，感谢上主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一切的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19节。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起厝师傅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起。奉上主的名来，为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的殿来祝福你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
搁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赏赐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，赏赐你的真光来照阮，互阮会通脱离黑暗、凶恶的权势。求主帮助阮行伫这个日光普照的恩典的下面，继续对主来行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